谁？陆姨，侬好了伐？大家侪辣等辣家头唻。导演都已经去了投毛衣唻，我可以进来伐？好，我马上来啊。别奇怪。不过就是彩排而已，来的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好紧张的啦？是自己人，还是哪？就甜的，不过一个人嘛惊呢。我要来去叫啊。虽然讲这是我专用的房间，不过嘛是有一寡不能讲的总结啦。所以讲上好是家己锁起来。我的暗号唔通开门哦。